流浪，拢啥？就是这间厝，伫遮我讲再会。久久我袂阁看到这款厝。你知，我伫尾到腰宝山的一个山关，伫遮北边的德国的建筑、德国的砖脚，甲德国的语言拢到真尾。行过这种边界真深刻，浪子伫真侪方面变成原始人，就若像游牧者比做事人较原始共款。毋过项项想要去另外迄边的愿望已经定着啊。对我来讲，对像我的人嘛共款，这个边界就若是行向未来的路标。准若有真侪人像我遐尼讨厌国甲国的边界，就袂阁有战争甲封锁啦。地球上无比边界阁较讨人厌、阁较个人怨的啦。因就若大炮、若将军，只要维持亲爱甲和平，无人会注意因。毋过一出现战争也是暴乱，因就变诚要紧阁神圣。伫战争当中，边界是阮浪子的痛苦甲感觉。因拢去死好啦！我伫铺仔底画这间厝的宿舍，目睭毋甘放开迄德国的厝挂，厝的德国骨架、高头壁，种种我所爱的，种种熟悉的物件。我深深爱阮兜的一切，因为我袂离开伊啊。明仔载我会爱别个厝挂，别个村舍。我毋爱像别人伫爱情批内底讲的，甲我的心留落来。我要早伊去搬山，因为我需要伊，若无袂使。我是一个游牧者，毋是做事人。我心善人侥心，性变，乌白相。我毋爱甲我的爱定伫孤一个所在。我相信，咱的爱简单是一个标志。既若咱的爱伤固定伫一个物件、一个信仰、一个道德，我就开始怀疑。做事人福气啦，这个所在的主人，伫遮正做的人、尽忠的人、守道德的人，拢福气啦。我爱因，我尊敬因，我欣赏因。毋过我已经浪费半条生命想要过因的生活。迄时我想要变做我毋是的物件，我捌想要做诗人，同时阁做社会中产阶级的人。我嘛捌想要做艺术家甲幻想家，毋过嘛想要做好人，做顾家的人。安尼经过久久，我才知，咱人袂当是两款，有两项。我是游牧者，毋是做事人。是走找的，毋是管顾的。久久我伫各种神甲律的偶像头前责备家己，就是伫遮我混毋着、操烦，滚甲着世俗的痛苦。我折磨家己，毋敢行往家己的解救，煞来增加世俗的罪过甲苦难。解救的路毋是伫倒边，嘛毋是伫正边，伊是伫你家己的心。神简单伫遐，和平简单伫遐。淡湿的山风吹过我，远远那倒数的那天，一块一块搭伫他乡的顶悬。伫遐的天的下面，有时我会欢喜，有时我会思念故乡。我作为完全的人，正港的浪子，无应该思念故乡。毋过我知。我并毋是完全，我嘛无想要完全，敢若体验我的快乐共款，我嘛要体验我的乡愁。我爬山拄着的即阵风，有遥远甲远途的香味，有分水岭甲外国语的香味，嘛有山脉甲南国的香味，伊带互我满满的希望。再会啦，小小龙舍。再会啦，我的故乡，我离开你，
就若像少年人离开因老母，伊知已经是爱离开的时，伊嘛知伊无可能完全离开老母，想袂，嘛无法度